港車北上實施3年，金灣已經成為咗港人退休度假嘅後花園。呢度擁有住珠海最新嘅城市建設、最靚嘅空氣環境，總價160萬，可以擁有一套過千尺嘅大單位，從而喺金灣開啟你享受且充滿樂趣嘅退休生活。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周灣區，我係 David。咁今日咧就嚟到咗我哋嘅金灣航空新城板塊，為大家帶嚟周灣區全新嘅系列影片《慢讀珠海之心悅金灣》。咁其實金灣呢個片區，對於每次咧過到嚟都會幻想，那麼有朝一日我唔使做啦，揾夠啦，可以即刻搬上嚟呢邊生活。其實我每次過到去金灣咧，佢俾我嘅感覺都係好放鬆、好 chill 嘅，好似依家啲海風吹住，然之後望住呢一片水波蕩漾嘅湖面，真係成個人嘅狀態好放鬆。咁回歸到我哋嘅主題啦，今期影片嘅主題咧係心悅金灣。顧名思義啦，心咧就代表住呢一個板塊係一個全新嘅板塊，無論話係我哋嘅交通基建，定係我哋嘅城市建設，全部都係心嘅，非常之靚仔。咁悅咧就代表住我希望住喺金灣嘅我哋嘅業主個心境嘅一個狀態，愉悅開心嘅。咁我哋退休生活，講真句，最主要係個心態同埋個享受嘅感覺啦。OK， 咁今期影片亦都同樣地啦，會同大家講我哋金灣嘅一個發展嘅里程啦，包括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成個金灣自我哋成立金灣航空新城以來我哋嘅樓價走勢。咁包括亦都會同大家講下我哋金灣嘅一個配套啦，包括我哋嘅醫療配套設施等等呢一系列嘅，以及金灣未來嘅發展。咁其實咧，拍呢啲影片咧，都係想等大家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呢一個片區，等大家知道，我喺珠海買樓，究竟邊個區域更加適合自己？咁希望呢一系列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咁其實開啟我哋第一 part， 而即係介紹金灣嘅發展路程之前啦，亦都可以想大家感受下成個環境氛圍嘅。咁現時我就行緊華發商都對出嚟呢個中心公園，咁最對過係我哋嘅圖書館啦。因為放暑假嘅原因，咁其實頭先好多小朋友喺度跑嚟跑去，踩架單車喺度玩。咁大家如果係晚黑，冇咁大太陽、唔熱嘅天氣嗰陣時咧，坐喺呢啲凳旁邊望住呢個湖面，更加之享受。OK， 咁其實金灣亦都係我哋非常之多鏡頭前邊嘅港澳朋友或者海外華僑係珠海選擇嘅一個地方嚟嘅。佢佔據嘅港澳業主城，即係我哋嘅比例咧，非常之高。兩個原因啦，第一個我哋嘅車程基本上25分鐘咧，由我哋金灣個個樓盤可以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大家過關翻香港。咁第二個咧，我諗就係呢邊嘅價錢啦。呢度咧單價講緊現時2萬蚊左近，2萬蚊以內嘅單價咧，就可以等大家入手一個咁靚仔嘅區域板塊。OK， 咁我哋咧就即將進入我哋嘅主題啦，去到我哋嘅第一點，金灣嘅發展路程。講起航空新城嘅發展，就離唔開航空2個字。1995年，珠海機場正式建成通航，一路沿用至今。21年後嘅今天，2026年，珠海國際 T2 航站樓亦都即將投入使用。京珠港飛呢輪亦都成為咗 TVB 嘅熱話。96年，珠海首屆航展正式開辦，直至今日已經開辦超過10場航展。咁亦都成為咗全球航空愛好者嘅朝聖之地，每年吸引大量嘅航空愛好者前來參觀。咁同時啦，亦都記錄住我哋祖國咧咁多年來戰機嘅一個發展升級。所以我哋身後呢塊土地航空新城由此得名。咁講起航空新城嘅發展，其實係都要幫佢分咗4個階段。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我哋嘅2010年至2013年，講緊開荒牛嘅階段。咁嗰陣時嘅航空新城咧，係一片灘塗，乜都冇。
2010年咧，我哋航空新城首個樓盤時代珊瑚海開盤，包括2011年保利香檳國際咧亦都開盤。當時咧呢一個片區賣緊嘅房價咧係7000至8000一房。咁第二個階段，2013至2016年起成，正式開啟航空新城10年發展大計。咁2013年，珠海市政府邀請華發承接航空新城嘅城市建設運營。同年，華發邀請新加坡規劃之父劉泰格先生起草航空新城呢一片白紙。當初真係一片灘塗，俾大家睇翻啲舊相片。咁亦都係第二個起承階段啦。航空新城迎來了兩個樓盤，第一個中海左岸蘭亭，當時售價13000至15000蚊一方。咁賣緊面積80方至120方左近。第二個佢哋到依家都係成個航空新城嘅地王產品嚟嘅，松豐1號園，當初售價32000蚊一方，以170方至330方嘅大面積為主。咁可惜依家咧發展商資金出咗問題，一直停滯到依家。OK， 咁第二個階段咧，其實我哋航空新城有咗規劃，有咗配套，即係有咗政府嘅資金投入之後咧。咁我哋成個航空新城就開始咗如火如荼嘅建設當中，進入我哋航空新城嘅第三階段啦。講係我哋嘅2016至2019年呢段時間。咁呢段時間，我哋眼前嘅紅河大橋開始動工，我哋深厚嘅航空新城嘅產業配套開始動工。咁其實亦都係2018年啦 ，David 咧係嚟到咗珠海，自己一個人孭住個書包嚟到珠海做地產。咁當初咧，我記得我啲同事帶我去金灣，當時我哋要踩盤噶嘛，去熟悉呢邊嘅樓盤。當時有個盤叫我哋嘅松豐1號園，賣得幾火下嘅。咁我哋揸車就覺得好遠啊，好鬼遠啊，又塞車啊。因為當時從珠海市區嚟到金灣或者去到斗門咧，得一條路，我哋遠處嘅珠海大道。咁現時唔同啦，有咗紅河大橋嘅通車啦，我哋嘅時間縮短咗一半，係咪？咁其實係我哋嘅第三階段航空新城建設嘅階段咧，亦都有幾個樓盤進入到我哋嘅市場。咁一個咧就係我哋前邊嘅龍光九魚灣，佢係我哋嘅2019年年底進入市場嘅。咁包括後邊嘅華發濱海天際，亦都係同期進入市場嘅。我到依家仲記得。當初咧 ，David 仲係一個船期新人嘅一個狀態啦。嚟到呢邊踩盤，呢度嘅銷售就好串嘅，即係佢喺呢邊發展商有銷售嘅。我嚟到，我想熟悉下、了解下呢個樓盤。你自己睇啦，唔得閒 show 你嘅呢種感覺。因為當時嘅市場真係好好。當初呢啲單位，我哋講緊龍光九魚灣同埋華發濱海天際咧，賣咁嘅價錢28000至32000一方。嗰陣時咧去到樓盤咧，喂 David 仔啊，去幫我斟杯水啦，咁樣感覺。唔似依家嚟到，David 哥啊，你要過嚟，完全唔同感覺啦。當時嘅市場咧都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呢兩個樓盤賣得當初亦都係非常之快嘅。咁我哋嘅第三個階段咧，開始見頭啦，慢慢經歷過我哋嘅疫情啦，咁去到我哋嘅2020年咧，有咗一個新嘅樓盤叫中海十里關欄，同埋我哋嘅蓬水金月灣以及海月灣，而即係我哋沿住濕地河前邊嘅呢3個屋苑。咁當初都係一個低密度嘅洋房為主嘅，賣嘅價錢30000至35000不等。咁當初亦都係非常之暢銷。咁中海對於我哋渠道咧，亦都同樣地俾你賣3個月，又 cut 咗你，唔俾你賣啦。我哋仲非常之深刻嘅記得，當初嘅航空新城就係咁樣，一房雖然唔至於話一房難求，但係都係個市場非常之火熱嘅一個狀態。OK 啦，咁經歷咗我哋嘅疫情啦，去咗第三階段，咁我哋航空新城開始慢慢進入我哋嘅第4階段，而2020至2023年呢個階段咧，咁算係航空新城嘅收官階段。2021年紅河大橋通車，我記得係12月份通車。通車第一日咧，David就揸架車喺呢個路上邊感受下從我哋拱北，從我哋嘅港珠澳嚟到金灣嘅呢一個路程，真係快好多，方便好多。咁同期啦，我哋嘅華發商都啦，慢慢亦都準備有開業嘅一個消息放出嚟啦。咁當初我哋帶客戶過嚟睇樓咧，就冇睇十里關欄呢啲噶啦，因為嗰陣時已經賣得七七八八。當時睇咩咧？睇我哋嘅四小龍、天茂國際半島、旭輝江粵海同埋我哋嘅粵海十貴府，包括我哋華發天茂國際半島呢4個盤。
咁當初咧，基本上睇呢4個盤都要帶嗰啲客睇下，呢度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好快就要開業噶啦。當時係呢種狀態。然之後頭先所講到嘅呢個4小龍咧，佢哋高峰期賣咁嘅價錢咧，基本上都維持係25000至32000一方嚇。咁其實當初嘅價錢都係非常之高位嘅。咁到現時呢個階段咧，從2023年之後，我哋成個航空新星嘅價錢一直都係咁樣慢慢回落到依家我哋講緊嘅最新一代住宅華發金灣府嘅17000蚊一方，包括我哋保利天和有部分景觀單位都係17000至18000一方。咁我哋手上面亦都成交咗非常之多以前睇開航空新星嘅一個客戶，當初佢哋覺得價錢係有少少高嘅，咁依家睇落對比咗高位之後，嗰個價錢真係差唔多跌咗有我哋講緊1/3以上啦，有啲高啲嘅跌咗一半。咁所以咧，好多客戶睇咗以前嘅價錢之後，再睇翻依家嘅價錢，再睇翻依家嘅配套，都會選擇依家入手。咁當然啦，成個金灣航空新城現時賣緊嘅樓盤咧，無論話係華發金灣府定係我哋嘅保利天和啦，咁其實我哋周遊灣區都係得益於我哋咁多位業主嘅幫襯嚇，都攞過獎，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成績。咁所以對於金灣咧，我都係一路以來保持住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熟悉程度。咁大家想要喺金灣買樓咧，都可以揾到69836919。咁其實現時嘅金灣已經係藍圖變實景，配套齊落地嘅一個狀態啦。有一張白紙，一片灘塗，變成依家嘅一片繁華，而且充滿舒適寧靜。講完我哋航空新城嘅發展歷史，咁就嚟到我哋大家非常之中意睇嘅配套分享片㗎啦。咁呢一期咧就唔同大家介紹我哋金灣嘅華發商都啦，因為咧金灣嗰個華發商都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佢嘅情況，咁有12萬方啦，入邊啲商鋪係非常之齊全嘅。咁呢條影片更加之多想同大家介紹嘅係一啲好真實、好貼近金灣生活嘅一啲配套，我哋民生化嘅配套設施。咁喺我身後咧係金灣嘅一個商場，對面咧係金灣嘅鄰里中心。咁呢個鄰里中心係一個1級嘅鄰里中心，入邊配置咗我哋嘅超市啦，包括我哋嘅好多小朋友啲培訓班，以及我哋嘅社區嘅服務中心，包括我哋社區嘅診所，都係對面。咁嘅成個配套非常之完善。咁大家可以 feel 到下，其實呢一區咧個人氣咧係非常之旺嘅。咁好多時候有啲人都會話：喂，今晚冇咩人喎，係咪鬼城嚟㗎？空城嚟㗎，冇人住㗎。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度。其實呢一區咧，其實真正交樓期都係講緊3到5年嘅時間。對面嘅濱海半島、濱海天際啦，包括我哋講到嘅龍光、九如灣，咁呢啲樓盤都係新屋苑，交樓3到5年左近。咁然之後呢個區域咧就係我哋成個金灣嚇，可以講緊最大嘅一個我哋嘅超市叫澎泰超市。咁入邊頭先都要係睇咗一下，入邊啲種類包括我哋嘅商品咧係非常之齊全嘅。咁兼且下邊啦，亦都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商業街，咁對出去就係雅朵酒店嚇。雅朵酒店 ，OK 啦。咁其實入邊嘅商業街啲食飯啊、行街啊，基本上都好成熟。咁其實呢啲民生化嘅，我哋講緊街鋪咧，都可以有咁旺嘅人氣。華發商都其實依家唔使講啦，咁我哋基本上禮拜6日啦，去到華發商都基本上都揾唔到車位嗰種狀態。咁就係我哋成個金灣區嘅一個比較，我哋講緊比較平民化、比較市井少少嘅生活配套啦，非常之方便便捷。OK， 咁一陣間都亦都要帶大家睇下我哋金灣嘅一個西街市西湖市場，咁大家感受一下金灣除咗有高大上嘅華發商都以及現代化嘅鄰里中心，一個比較靚仔嘅步行街之餘咧，咁亦都會有我哋嘅西街市配套。OK， 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發。我上次嚟咧，佢個門口係嗰邊入去，入邊都幾大下嘅，但係依家咧就升級緊，呢啲有部分啲臨時安置點啦。咁呢個市場其實係成個金灣航空新城板塊，我哋講緊唯一一個西街市。咁好遺憾啦，我都有接近大半年未嚟過㗎啦。咁依家裝修升級緊。咁當然啦，我哋出邊咧其實都有啲我哋臨時安置嘅一啲商鋪啦。咁其實
雞鴨鵝魚肉菜都有嘅。但係頭先嗰個鄰里中心咧，其實就種類會更加之多。咁當然啦，如果大家中意去啲濕街市嘅話咧，我哋揸多5分鐘車程咧，會去到我哋嘅斗門同紅旗，即係斗門同金灣交界嘅一個紅旗嘅叫大興市場。嗰個大興市場咧，佢會體量更加之大，大過8噸頭嘅。咁早輪我啱啱去拍斗門嗰個樓盤，亦都分享過嗰個市場。其實呢度揸車過去多5分鐘就去到㗎啦，咁亦都係比較近嘅。咁其實我哋成個斗門同埋我哋金灣板塊咧，最大嘅市場咧，其實就係個大興市場啦。咁金灣現時嘅配套咧，我哋頭先大家睇咗啦，無論話係我哋嘅高端嘅商場啦，社區市民配套嘅鄰里中心，包括一個大型嘅澎湃超市咧，其實已經越來越完善㗎啦。諗下金灣其實從真正開始有人關注呢片地方，其實我關注金灣係2018年、2019年嗰陣時重豐賣得比較 hit， 到後邊咧其實依家先幾年時間，6年時間、7年時間就可以從一個不毛之地啦，變成依家大家我哋所講嘅航空新城、城市中心一個新嘅片區，呢個變化其實非常之大嘅。咁當然啦，同大家介紹咗佢嘅發展同埋我哋周邊嘅配套、便民配套呢啲最基礎嘅嘢之後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配套，亦都大家睇下，就係我哋航空新城板塊嘅醫療配套究竟係點樣嘅。講起金灣嘅醫療配套，就一定要同大家介紹特別深厚嘅呢間醫院——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分院。咁呢間醫院咧係成個金灣板塊唯一一間由省級3甲醫療團隊管理嘅3級醫院。講係2017年開業，運營到依家。咁2017年開業之後咧，亦都正式結束咗金灣無3甲無省級醫院嘅一個歷史。咁呢個醫院亦都係我哋國家認證嘅3大中心，有我哋國家級嘅標準版胸痛中心，以及國家級放置促進中心，包括我哋廣東省嘅3級創傷中心。呢入邊咧亦都有75個專科門診，配置咗我哋嘅700名醫護人員。醫院佔地6.6萬方，背山而建，環境優美。咁呢間醫院咧，其實係屬於一個3級醫院嚟嘅。我哋內地醫院排名嘅一個檔次，之前有同大家講過，3甲係中國國內最高級嘅醫院，然之後到3級、2級，然之後到社區門診。我哋呢間醫院咧，距離3級仲爭一個檔次下，因為內地嘅3級醫院咧係國內最高端嘅醫院，需要經過咗非常之多嘅一個審核，包括我哋嘅評估。咁首先最重要一個條件就係我哋嘅醫院需要擁有一個一定嘅長時間嘅運營。咁呢間醫院2017年開業到依家，其實算係一間比較新嘅醫院。佢個數據包括長期以來嘅我哋講緊醫療質素啦，咁都需要得到一個評估之後，先可以進入我哋最上一級嘅3甲醫院。咁現時嚟睇，我哋金灣嘅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咧，無論話係從我哋醫療人員嘅一個配置啦，包括我哋床位嘅一個配置，其實都已經非常之接近我哋嘅一個3甲醫院啦。咁但係真正要升到我哋嘅3級醫院咧，即係3甲醫院下，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去積累，包括由我哋嘅一個國家去進行我哋嘅評估，先至可以轉成3甲醫院嘅。咁其實係生活喺金灣嘅居民，包括我哋住喺航空新城嘅業主啦，嚟到呢一個醫院嘅車程咧，其實都係15分鐘左近。無論話係住喺保利天和，保利天和最近過條河，咁10分鐘、8分鐘車程可以嚟到。我哋嘅金灣府咧，大概係15分鐘車程都可以覆蓋到我哋呢一間3級醫院噶啦。咁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係珠海我哋買醫保啊，或者我哋買邊個項目周邊有咩大型嘅醫院配套咧，想要了解詳細情況，可以聯絡到上方 David 嘅電話 number 69836919。OK， 咁我哋呢一 part 醫療配套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我哋進入下一個環節。咁頭先 David 就同大家介紹完我哋金灣嘅商業配套以及醫療配套啦，咁就進入到我哋最後一 part，就係關於金灣嘅產業以及我哋嘅未來發展定位。咁點解去到每一個片區都會同大家講我哋嘅產業呢？因為呢個非常之重要，佢再關乎到我哋未來呢一個片區會唔會有一個好嘅發展，會唔會有一個足夠嘅人氣，會唔會有就業。
OK， 咁我哋金灣嘅產業咧，其實有3大核心產業嘅。咁其中之一就係呢月深後嘅呢個麥科智能大廈。咁當然呢個係最細嘅一個板塊嚟㗎嚇。咁佢就位於我哋金灣航空新城活化商島嘅正對面。咁呢一間企業咧，亦都係一個上市公司。佢主營嘅範圍業務板塊咧，係做我哋嘅數字機頂盒，包括我哋嘅智能終端嘅。咁每年咧出產3000萬台，出口到我哋嘅中東啦，包括歐美國家。咁上一年咧，佢嘅營收係達到咗5.29億元。咁點解都要揀呢度開機咧？因為我成日去天和嗰度打波，我有幾個波友咧都係呢度嘅員工。咁佢哋嘅薪資水平咧，我亦都有個簡單嘅了解。咁屬於珠海嘅中上段嘅收入水平。咁所以金灣其實係匯聚咗非常之多我哋講緊技術研發人員嘅一個人才聚集嘅地方。咁其他嘅金灣嘅2大產業咧，講起身就真係好犀利㗎啦。咁最大嘅產業就係我哋嘅中航通飛，咁係我哋國家嘅一個航空產業，係金灣羅湖。2009年就入戶咗金灣。咁最主要咧係我哋嘅航空產業嘅製造啦，咁包括我哋國家級嘅一個通用航空龍頭產業。咁其實佢亦都係研發我哋世界最大嘅水陸兩用飛機 AG60，即係我哋國之重器嘅一個基地嚟嘅。咁之餘啦，仲有一個產業咧，就係我哋嘅中順海直，咁亦都係一個央企，最主要發展低空經濟。咁佢嘅一個定位咧，係亞洲最大嘅民用直升飛機運營商，咁亦都係低空經濟嘅龍頭產業。咁有80架直升飛機，咁兼且咧亦都兼職賣我哋金灣開通珠港澳兩地嘅低空航線、空中巴士以及我哋嘅醫療救援。咁當然啦，呢啲資料大家聽得出係我讀出嚟嘅，讀佢哋官網嘅資料嚇。咁其實呢2大產業咧，亦都好貼合我哋航空新城航空呢2個字嘅一個發展。咁包括我哋每年珠海嘅航展啦，亦都為我哋珠海金灣呢一個片區帶嚟非常之大嘅一個文旅嘅長壽。OK， 咁就係我哋金灣嘅一個發展啦，有產業有旅遊，兼且咧未來嘅發展定位亦都非常之精彩。我哋睇翻呢個新聞啦，珠海西部城市中心以我哋金灣航空新城為中心點去開發。咁睇翻佢哋大家最貼近嘅就係我哋現時睇個新聞。劃發金灣府右手邊嘅地塊有我哋嘅珠海國企西遷，而且係將我哋原本係珠海市中心辦公嘅國企部門咧西遷至我哋現時金灣府旁邊嘅地塊。咁個地塊已經係動工咗㗎啦。咁大家會見到有我哋嘅珠海嘅隔離啦、珠江集團啦、珠海水控啦、珠海農控啦等等呢啲珠海嘅國企公司都會遷至我哋珠海嘅金灣航空新城。咁兼且啦，未來亦都會發展更加多嘅醫院、學校，乃至更加多嘅便民設施，以及我哋嘅兒童公園即將投入。包括兒童公園其實已經有咗新聞動感宮㗎啦。咁呢啲配套即將慢慢落地，可能大家聽落好似好遙遠。我以前都係覺得好遙遠，我甚至乎都好長一段時間唔中意同客戶係傾呢個未來嘅規劃發展。但正係因為金灣航空新城由2018年嗰陣時都係一片爛地嗰陣時開發，到依家2026年被我見到一個咁樣嘅爛圖變實景嘅一個我哋講嘅變化，令到我有咗信心。未必咧，係咪？5年前呢度都係一片爛地，5年之後已經係咁樣啦。咁我哋講緊未來嘅規劃發展，5年之後又係點樣？我亦都非常之期待。OK 啦，咁其實我哋成個金灣板塊呢個心月金灣亦都為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其實金灣其實一直俾我感覺到適宜邊部分嘅客戶群體呢？我哋一啲香港朋友退休攬住定居珠海，咁又唔中意話一啲太過於密集嘅區域，有啲舊城區加埋新城區嘅結合啦，或者太多人逼人呢種感覺。中意一個好 relax、好放鬆嘅感覺嘅朋友仔，金灣啱你哋選擇。咁兼且咧，金灣呢一區嘅樓價確實對比我哋早輪同大家介紹過嘅南灣啦、實戰門啦，亦都會更加之具備性價比。咁講真句，呢度咧，佢更加之適合我哋買翻間單位過嚟，就喺度享受㗎啦，唔考慮太多嘅經濟價值咧，亦都唔需要考慮佢太多嘅一個通勤時間。
OK， 咁如果大家睇完呢一條影片，覺得金灣就係你心目中退休嘅首選地方，中意金灣呢一片土地嘅話咧，可以聯絡到上方呢個電話 number 69836919。David 咧做咗成個金灣所有樓盤嘅一個退休置攻略，有晒所有樓盤嘅樓書啦，包括價值以及互認嘅對比。咁兼且咧，亦都準備咗一份港人喺珠海買樓、喺金灣買樓嘅醫保參保嘅攻略，分享到俾大家。咁大家有需要可以隨時索取。咁呢期節目就為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